来亲近你的时间，何等的甘甜宝贝！愿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的圣神接纳每一个，无论是来到圣殿，或者伫厝内，因家己个人的礼的至圣所。天顶的上帝，愿你的圣神拢进入阮的心内，互阮伫今仔日的敬拜，通甲主你面对面。祝福你的圣神充满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时，互阮的心中大大得到上帝你的活命的充满。阮会当得到新的活力，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礼拜的中间荣光归于你家己的圣名。愿主你的圣神甲每一个侍奉，阮的同工三甲地地，互阮的侍奉是徛伫天使，甲你施恩宝座前。阮所发出的言语，所吟的诗歌，心中所表明的心意，拢互上帝你来欢喜。所以愿你垂听你的圣神。摇动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内心，互阮伫今仔日个礼拜，通得到上帝你所想事一切的心思意念，来成做阮生命的光，带阮行头前的道路。阮将今仔日个敬拜，亲像圣餐摆在伫你的面前，愿主你圣化，互你所设立的圣礼典，会通养持阮邀过的心神。阮将今仔日个敬拜，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。愿主你圣神甲阮三甲地地，荣耀归伫你的圣名，对即时到永远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互我的灵魂静养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腿、你的拐安慰我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宴席。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世间情人拢着恬静，虔诚徛伫面前，无伫看路世间俗事，人阮地的小事，上帝讲入去的圣殿。咱着敬拜心敬虔。三甲的吟圣诗57首，愿大家学乐上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愿大家学乐上帝。万世，你的常常欢喜，到永远不会改变。主管为无所对量，就更了别你天，你的常常欢喜。永远不会改变，主上帝大行高听，就是要心通人家，你的常常欢喜，到永远不会改变。咱有时受大艰苦，主你面常常照顾，你面常常欢喜，到永远不会改变。咱的心有乐将济，一天来等等苦苦，你面常常欢喜，到永远不会改变。阿门。三甲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受过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早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相信公共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的启英文28章28篇，启英文28篇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，来我，
我坐落去，我爬起来，你拢知。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，我行路，我倒面床，你拢知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深知。摇花，我的嘴所讲的话，你无一句毋知。你伫我的前后为我，换手伫我的顶面，即款的财物奇妙，我袂为切图。真悬我袂为到。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神，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面。我若就天，你伫遐；我若困伫阴间，你也伫遐。我若展开清早的室，飞到海的极头来徛起，就若伫遐，你的手也要引带我。你的正手也要牵我。我若讲黑暗要压砍我，搁四围的光要变做暗暝，就黑暗暝也袂为弱，也袂压砍我，互你无看见。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，黑暗甲光明伫你看拢是一样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。这个少囝到遐多，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，我困精神的时，犹原甲你三角伫地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我的意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也无。带我行永活的路。阿免。阿免。咱三角过来吟圣诗120首，请坐咧吟全首。
咱三甲来祈祷，感谢上帝保守阮，一年又过了半年一半。阿门。阮有侪侪感恩甲体会。虽然疫情互全世界拢受到真大影响，台湾也有受影响，有真侪行业真正拢无生理。主啊，求你互即个疫情会当紧紧过去，互过去，各行各业拢会当恢复以往的繁华的日子。当时，阮也感谢上帝，阮教会受影响真少，虽然受感染，但也会当平安度过。工作生活虽然有影响，但是阮大家拢会当坦然面对一切。感谢主，安尼祈祷，感谢靠主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上帝有个，就是主的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个，就是主的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个，就是主的世间的罪。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在创世纪，旧约创世纪3章1节到10节。创世纪3章1节到10节。耶和华上帝所造山野一切的画面，蛇是比因较贵客。蛇对妇人讲：上帝敢有影讲，园内一切的树拢毋通食嘛？妇人对蛇讲：园内树里的果子我毋通食，只有园中迄丛树的果子。上帝捌讲，恁毋通食伊，也毋通摸，行了会死。蛇对妇人讲：恁无的确会死，因为上帝知，恁食的日，恁的目睭就会开，恁要亲像上帝会分辨好歹。妇人看迄丛树好食，也下目，因个迄丛树是贪羡慕的人有智慧，就挽伊的果子食伊，煞互伊的妇人的丈夫，伊也食伊。因两人的目睭就开，才知影因是汤白体，就变无花果树的，做家己的为家己做群。日亮冷的时，耶和华上帝行游伫园内，因听见伊的声，迄人甲伊的妇人就密底。园内的树中来闪爍耶和华上帝的面。耶和华上帝叫迄人对伊讲：你伫倒落？因就讲：我听见你的声伫园内，我就惊，因为我汤白体就家己灭。
搁看一位新约马太11章12节到17节。马太福音12节到17节，对行洗礼约翰的昔日教导，天国互强处去，互人强处。强的人用力处伊，因为众先知甲律法有参与到约翰的时，恁若甘愿承受，这人就是要来的以赛亚。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听。这世代我要用啥物来比评伊？是亲像婴仔坐伫家市内，来叫因的同伴讲：阮对恁分品啊，恁无跳舞；阮捌悲哀，恁无追星。以上正道上帝的主爱声音和翻译，请曾牧师。所听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伫倒落？这是圣经中间一句充满感情，上帝对亚当夏娃所讲的话。因为当亚当夏娃受引诱绊倒犯罪，伊心中互圣神责备，心来惊，所以当上帝甲伊讲你伫倒落的时，亚当夏娃就闭起来。我要用这句话。甲咱伫网络顶悬的兄弟姊妹请安，你伫倒落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听到上帝的声的时，咱作为自己讲主啊，我伫遮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亲像耶稣基督，伊伫新约的中间，伊所讲，有耳孔的人就听。所听的姊妹，主旨就是咱听牧者的声，听上帝的声。听上帝伫圣经中间圣神所发出，每一摆对咱的激励、鼓励、邀请、甲找见，那这是咱要领受圣经内底一个真宝贝的信息。咱当心用祈祷的心来领受圣神的帮助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是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你创造天甲地，你创造人类亚当夏娃，你也将你极其宝贝、你的权柄，用你的囝儿查某囝来宣告，通甲毋通，主你无自私的保留，只有怜悯的诫命。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主啊，你帮助阮，会当脱离最黑暗关系的牵绊。也脱离人本性中间拄着引诱的软症，就亲像阮的主耶稣有教阮讲，求你互阮无急的气，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阮，互阮伫即个世代通受上帝你的测验，会当真侪上帝你的工人，人将上帝你救恩的信息活伫阮的生命中间。主，阮将阮家己心灵的祭坛向你拍开。愿你的圣神来对阮讲话，愿安尼静静听，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牧者主爱的声，得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圣神的感动，就是亲像早时伫创世纪中间第3章第9节，上帝对亚当夏娃讲：“你伫倒落？”创世纪第1章到11章是整个圣经的开始，虽然真短。这11章表明圣经中间真要紧的一个信息，就是圣经内底所讲的宇宙观。圣经内底所讲的宇宙观，牧师无时间通讲上详细来解说这个，但是以后牧师愿意将今仔日的礼拜分做3篇还是4篇，更较详细来甲咱做分享。愿天父上帝通过这个圣经的故事，
圣经创世纪第1章到11章，就亲像一本的绘本。咱知影绘本甲真侪小说无共款，绘本就是足短，但是伊象征性有伊的图像图片，所以看的人就有真侪的想象力，嘛有真侪足直接的感官的迄种的吸引力。但是相对小说的，小说用真侪文字、真侪解说、真侪人的感情，直接就写出来，写甲真亲切，互人一读的时阵，就亲像环环相扣。所以你今嘛创世纪第1章到11章中间，虽然真短，但是伊讲到咱的信仰的根据是人类的起头，有亚当夏娃，然后有挪亚，等等等等。今日牧师用圣经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主题，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其实应该搁较完整，咱来读第2章、第3章做伙读。因为今仔日所讲，上帝所讲，你伫打落进前有一个缘故，因为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了后，照着圣经的记载，上帝伫埃甸乐园内底有两丛真特别的树，一丛叫做活命树，一丛叫做善恶果的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真象征性的语言，但这个牧师试看嘛来用我真简单的话来甲咱说明，因为这段10节的经文中间讲到4项真要紧的圣经内底的主题。第一，上帝所讲的话就是诫命，也代表上帝的主权。上帝讲通唔通，这就是代表一个绝对。人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上帝讲的话就无大做。但今仔故事咧讲起，一旦人将上帝的话解释了后，这个上帝就无再是上帝，不是上帝无能，是人的心中就决定无要用阮上帝做上帝。第二，今仔这个主题讲到，咱伫人生中间人的本性，拢有个两者。上帝起头甲亚当夏娃讲唔通食，迄个理由毋是惊了亚当夏娃假傲，将来有智慧目睭金，就逐项拢会甲上帝平平，毋是，因为上帝知影，当这个潘多拉的鸭仔若拍开了后，人情世事入人的心，善恶果就亲像个人情世事入人的心。人就开始挡袂牢，因为人会通知影有人情世事，但是古早话有一句话叫做知易行难。人目睭一金了后，代志较大条，因为人无能力通控制家己伫内心中间的情欲、情绪，甲搞怪的心思意念，这就是因由。第三个，这个主题中间咧讲起这个禁果、善恶果。善恶果伊本身足清楚，就是一个图像，伊咧讲起人的这个七情六欲，或者咧讲起人的意识形态，就是伫人内心这个善恶的分辨，这是象征性。所以起头上帝讲你唔通食，迄个理由是因为伊知影人无能力通赢过这个，就亲像咱伫圣经中间听到保罗讲：苦啊，我会做人。恁会记迄句话无？我所爱的良善我做袂来，我所无爱的歹我定定咧做。所以人就是人，所以上帝知影人有能力通判断，但是上帝爱咱就亲像一个囡仔，足单纯的，你免烦恼遐尼侪情欲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来看5岁、6岁的囡仔，伊看到清凉的照片，伊敢有无好的悔恨之想？无，伊是一个真单纯。所以伫这个世间有一个真奥妙，圣经嘛是安尼，伊无法度甲咱解释甲真侪逻辑性的这个系统性的理由，因为上帝所用的就亲像一个绘本。圣经的学者讲，这叫神话神话的故事，一个象征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咱得到圣神的帮助，咱倒来到亲像古早亚当夏娃遐尼单纯。所以圣经讲这段故事叫做原罪的开始。因为咱的祖先亚当夏娃，那信上帝的人，拢把亚当夏娃当作这个人类的始祖，开始就真侪解说。人今仔日的沉沦犯罪，就是因为亚当夏娃做了无好，所以叫做基因的流传。这是一种的信仰性的表达。伫这个所在咧讲起的罪是甚么？就是内底的人甲上帝的圣神冤家啦，所以心内不安。今仔日圣经第3章第8节、第10节拢讲起，当上帝咧叫伊的时阵，
亚当夏娃因为心内惊吓，就躲闪，都避起来。圣经讲因就躲闪上帝，唔敢见上帝的面。所以第10节亚当甲上帝讲：我惊。所以弟姊妹，这段圣经咧讲起人类伫人生的中间，拢会拄着一个叫做无平安的心，惊吓。所以弟姊妹，你捌伫你的心内有这种的忧虑，有这种的担忧，有这种的焦虑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咱开始用这段故事来做咱家己的祈祷。最后，牧师伫今仔日的礼拜结论，我要互咱3个祝福，毋是我的，是用教会为着咱3个祈祷。希望咱第一，咱的一生尊主最大；第二，当咱拄着引诱试探的时阵，主的圣神成做咱的帮助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也愿天父上帝。第三，拄起咱心中的不安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亲像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，圣经描写讲，狮龙野兽、绵羊带做伙，伫爱甸乐园是一个平安的境界。愿主听咱的祈祷，也将伊的话搁一解讲互咱听。创世纪第3章，这个故事中间有真侪信仰足深、足宝贝主题。牧师简单就起头，甲咱讲有4个主题。这个4个主题，甲咱的人生拢有真深的关系。咱若要信上帝，咱就要真正敬虔敬畏，互上帝做主。兄弟姊妹，无咱就毋免，咱就家己自我做主。因为今日圣经的中间咧讲起魔鬼搅扰，你会死吗？无一定啦，因为上帝无甲你讲实在话啦，因为上帝惊了你愈来愈敖啦，等。但是，一旦亚当毋是夏娃伊讲看，以前都无注意看到这个善恶果，但是当搅扰魔鬼讲了，伊哪看哪爱，最后伊家己做决定。咁夏娃的决定毋是，亚当也沉默不语。亚当就是安那。伊虽然无讲话，但是代表伊同意。所以世间有真侪人讲啊，我都无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这段的故事中间，咱听到上帝的声，你在哪里 ？Where are you？ 英语安尼翻译。犹太人的劣币，因讲英语的翻译并袂通表达阮犹太人听到这句话上深的感情。因为当上帝讲这句话，你在哪里的时，阮犹太人深深知影，就亲像代表讲，我要去什么所在闪避你的面，我飞到海的尽头，飞到山尖的顶悬，我拢袂当躲闪上帝你的面。所以犹太人真深深知影，亚当夏娃咧躲闪上帝迄种的感情，就亲像阿妈讲硬的犹太人，虽然经历着上帝无限的神迹，但是常常暂时无上帝。所以犹太人真深刻知影，当上帝咧讲你伫什么所在时，是一个真温柔、充满感情。一个老爸讲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兄弟姊妹，咱听好无？这段圣经毋是干那咧讲起一个代志，很信尔讲啊，我咧叫你，你无看，你伫什么所在？毋是。上帝拢知影，伊知影亚当夏娃眯起来啊。上帝嘛知影代志大条啊，因为因目睭一金，上帝毋惊因目睭金。上帝知影讲啊，我会惊20某囝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因的人生一定需要受苦，毋是重担甲困难。上帝起初，伊并毋是要爱咱，伫逐种的艰难顶悬，家己去担。上帝用一个保护膜甲咱包起来，所以咱是一个属灵的囝儿，所以咱看凡事就亲像上帝，逐项拢是好，但是人假傲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今仔日嘛咧甲咱讲，你在哪里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常常吟味是台湾话，吟味就是思想啦，静静啊想，咱来想上帝这句话，对咱在座每一个人讲。牧师改成真俏皮，就开始讲，伫网络顶悬的兄弟姊妹，恁伫什么所在啊？咱的教会伫疫情的中间，只有剩4个人伫礼拜堂的实体礼拜。
咱毋惊咱人走无去，但是上惊就是咱的灵走无去。兄弟姊妹，准备回家吧！伫网络云端顶悬的兄弟姊妹，准备回家。疫情渐渐咧过去，咱毋通习惯，就只有礼拜日等网络顶悬。即摆有真侪人讲，即摆的基督徒一礼拜拢做几啊场礼拜。阮做牧师定定听到即种的俏谈，就讲透早困醒起来，就一间教会，逐个礼拜拢甲听，就直直转台。我讲无影啦，迄拢无影咧做礼拜，为甚物？伊就干那咧看牧师今仔讲的题目是有效，我听无。哦，即代听无好，我就甲转过，直转。那这毋是咧做礼拜。上帝咧甲咱讲，你在哪里？原咱都要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当上帝安尼问的时阵，亚当甲夏娃已经甲上帝产生隔阂。自从食了善恶果，善恶果无什么种的伟大，无什么种的了不起，但是最重要就是伊食这个动作，食这个动作是代表伊决定要家己做主。人类若一定用家己的意念做主，上帝就请一边。所以这句话就是当这个开始了，伊就甲上帝的距离无搁再亲像以前遐尼单纯，甲上帝遐尼和谐的关系。所以你姊妹，今仔这个故事，甲咱每一个人拢真类似。咱做上帝的囝儿，其实起头咱充满信心，咱感觉上帝无论如何拢是我的天父上帝，我啥物种的代志拢要荣耀伊。但是，一旦咱亲像耶稣所讲，迄个路加福音内底龙主，伊决定要去世界来拼天下、拍拼、打拼。一个囡仔一生就开始无共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但是天父上帝今仔所讲的话，就像耶稣讲，这个老爸日是暝是，拢徛伫伊的帐篷布棚外口，来听候伊的囝儿有一日佮倒倒来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，上帝温柔的声咧叫着我。我想着咱台湾的流行曲讲，叫着我，叫着我有啊，叫着我，故乡的声咧叫着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有听到这首上帝用伊温柔的声甲你讲？所以这句话叫做阿埃卡。阿埃卡这个字本身就是讲怎么啦？搁较深的意思就是讲，你去比伫什么所在咧惊我呢？你怕什么？你去比伫什么所在咧惊我的呼叫的声？兄弟姊妹，原来伫主的面前，无论咱有意无意中间，咱感觉讲咱互上帝艰苦心，但是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拢咧甲咱讲回家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叫做悔改的邀请。悔改有两个动作，第一就是有觉醒，叫做悔悟。伊忽然就感觉讲，我今仔所做的何等的糊涂。所以咧，龙主讲，我得罪天，得罪地，嘛得罪着我的阿爸。这个觉醒叫做悔悟。改咧，改就是行动甲生命的改变。一个人若有讲伊悔改，但是无行动。这种的悔改是自我欺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就趁遥我通找到的事，当上帝还阁伸手甲咱叫的事，咱甲主讲：阿爸，我伫遮，天父上帝，我伫遮。愿咱求天父上帝的圣神除去咱心中的惊吓。圣经讲，罪的结果就是死，死是咧指人甲上帝的关系断裂。但死个另外一个结果，罪个另外一个结局，就是罪恶感。人有罪恶感也好，人若无罪恶感，就是彻底上死。伫创世纪第2章17节、15节到17节，上帝讲：你毋通食善恶果，食善恶果了，你的确死。迄个原文的意思是你死定了，兄弟姊妹，注意听哦。上帝讲：你毋通食善恶果。因为你就死定了。伊连续讲两个死，第一个就是 to death， 就是讲你一定死，然后 dying 就是讲继续死。伊连续用两字哦，拢是死。所以的意思就是讲，当咱
选择家己做主，否定上帝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兄弟姊妹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咱的心就无搁再有光，咱的生命就无搁再有信心。这就是代表的基督讲，求你毋通对我收回你的信心。这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我有听到，求天父上帝你赦免我，对拜一到拜六我糊涂，伫礼拜日我都会到你的厝，主啊，互我搁一摆得到你的怜悯，主啊，求你甲我洗清气，搁找紧我，互我逐礼拜不断的改变，直到有一日，我勇敢壮大，我完全成熟。中段有上帝你的本性，所听兄弟姊妹，上帝咧甲你讲，怎么了？兄弟姊妹，毋是听牧师的讲道、圣经的解说，是听你内心上帝主爱温柔的声，甲你讲，我所听的囝儿，你好吗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说出你对人生若有跨路，你的心中若有焦虑，心内若有惊吓甲不安，兄弟姊妹，纯粹双手甲主讨，主我做袂来，主我做袂来，但是求天父上帝你帮助，将你所想事的权能甲气力赏赐互我。今仔日圣经上帝甲咱讲，我的囝儿毋免惊。上帝其实嘛是甲阿当夏娃讲，哎呀，你较安尼。但是上帝其实知影伊还佫一个方法。就是无用伊收回迄个活命树，因为圣经讲，当伊食了即个活命树的果子了后，伊就顶头生，一切都拢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将即句话读入咱的心，也即将今仔日圣经句句拢放伫咱的心内。牧师讲有4个主题，第一。你甘愿意互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做主？第二，你甘愿意圣经帮助你无受魔鬼的搅扰？亲像耶稣伫40日旷野中间，用上帝的话赢过迄个搅扰的声，因为魔鬼足厉害，伊讲敢有影，敢若一句话哦，伊无甲讲上帝讲白贼哦，伊敢若讲敢有影，人的心中喵喵就家己解说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圣经的话虽然亲像故事，但是大大超过故事。伊是活命，伊是真理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今仔日的圣经中间所讲的第2个主题，真要紧就是因有。咱伫人生中间，圣经的记载这个故事。就是咧，甲咱表明讲，对亚当开始，咱人类就亲像打开那个潘多拉的盒子。虽然亚当虽然迄个潘多拉迄个盒子，伫迄个一定足危险的时阵，迄个人希腊神话故事讲，伊马上甲关起来，但是袂赴啊。所有的上帝恩赐走了，走甲剩一项，但是家在要有恶梦，就是潘多拉的盒子，大家拢掀起来啊。失落叫做破口，属灵的破口打开。上帝互咱的锁匙开唔着门，关唔着门，拢做麻烦。但是潘多拉的盒子讲关起来了后，加载要过一项，无叫放去藏伫迄个盒子的内底。迄项是啥？噩梦。当然是神话啦，但是神话摕来读这段故事中间，甲心有戚戚焉。神话就是这个希腊的神话，就是咧检测着亲像人类咧默想这个人类的这个情欲的问题，这人情世故，所以因就有另外一种的故事来讲。但是圣经中间所讲的这真理，伊互咱有一个真要紧，就是选择做好的关键。上帝将一个活命的锁匙交伫咱的手中。耶稣讲：“我将天国的锁匙交伫彼得的手中。”你所开的门，无人会通关；你所关的门，无人会通开。这就是一个关键、足要紧的一个智慧甲使命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要常常下手伫你的心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开着门，
关着门。我的门若开是为着上帝的救恩来开，我的门若关起来是为着做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会通重新甲上帝的关系和好，互咱会当甲上帝的关系重新来和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通过今仔日这个圣经的故事，互咱会通知影，人甲上帝的关系通过耶稣基督会当重新和解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有3项的信息：第一，咱爱肯定上帝所予咱这个活命的信息。上帝的话本身虽然是一种的言语的交代，但是最要紧，当上帝宣告伊的话是咧表明伊的主权，我就是上帝，所以我是老大，我说了算。然后这你知影这个意思无？所以唔是讲食到一个果子有甚物了不起，但是上帝的话对头到尾伫圣经的中间，上帝所讲的话就是不打折。这就是上帝神真做神最要紧的精神。所以听下弟兄姊妹讲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求天父的圣神亲自保守咱，互咱无真做耳康轻的基督徒。咱今仔日伫夏娃伊的回应。伊开始咧用迄种包装式，甲魔鬼讲上帝的话。咱一旦开始有选择无共款的立场，伊开始对上帝的话就会用无共款的立场来做解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咱最单纯的囡仔，愿咱最单纯的囡仔，哪怕是今仔日的流行有真侪真开明，就是互人有真正启蒙，人有人本。伫今仔日的真侪的智慧甲社会价值，拢鼓励人做家己。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，你敢知影你家己是甚物人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咱的选择的中间，咱宁可做囡仔，单纯伫上帝的面前听、遵守。上帝的话毋是干那互咱听尔，上帝的话最重要就是要互咱遵守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愿咱每一摆读圣经，每一摆灵修，每一摆咱同齐做伙领受上帝的话时，咱拢有一个态度，就是上帝，你伫这间教会中间，你说了算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装饰品对吧？恁敢有同意？咱的教会甲圣经摆伫礼拜堂的中间，敢是一个装饰品？上面当然是使恁看会到，这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宗教的一个记号。但兄弟姊妹，伊比这个装饰品甲这个记号更加重要，因为圣经伫咱的中间是咱的原心呐，吼。恁的面前啊圣经，牧师的面前啊圣经，所以牧师袂使黑白解说，我代表圣经伫遮，我袂当代表我的意思讲伊的话。这个圣经环绕伫咱的中间。代表这个圣经伫这间教会中间，圣经的话是咱共同遵守的，上帝所予咱生命的标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。第二，伫咱面对引诱，咱爱知影，当夏娃伊选择好啊，我要食，这个选择就是伊家己做主。这个故事最大的可怕。就是伊伫毋知影的中间拍开人情世事、人情世故啦。善恶果会当用咱俗语“人情世故”这个字来等于类似，我毋敢甲伊讲等同。但是善恶果伊的意思就是人情世故。一旦人伫这个世间生活、长大成人，开始参与伫这个世间的组织运作，人伫真侪这个组织的中间就开始教，就教着。哪爬哪悬，愈来愈有官兵，所以这个人情世事就开始安那影响人的判断。这你有同意吗？所以人讲世间真有酱缸，迄个意思就是讲，人伫人情世事的中间，到尾啊，若毋是被污染，就是妥协。
真少有人会通出淤泥而不染工。我就是上帝的囝儿，上帝讲毋对的，我绝对毋敢讲对；上帝讲对的，我绝对毋敢甲伊讲敢有影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知影做一个基督徒，毋是干那听讲道尔，咱有行动甲使命，咱是这冤巧背迄个世代要做见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讲，这个善恶果，伊基本上就是咧讲起人的灵、人的魂。所以牧师捌甲恁讲起，伫传统的灵修中间有一个字叫做 logismoi， 我今仔无要搁甲解说。圣经的中间所讲的这个善恶果，检采就是伫咱的文化的内底咧讲的七情六欲，也是讲牧师拄则讲的人情世故。恁静静甲想。伫咱的人生、咱的心内底，即个人情世故已经带来真侪的影响。有时咱渐渐点的中间，咱无感觉麻烦，但是咱变甲真世俗化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咧甲咱讲你伫什么所在时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伫遮，救我！上帝啊，我伫遮，救我！上帝的能力超过你所想象，原本伫你心内感觉为难，但是上帝一旦听到你讲主啊救我的事，上帝要互你倒转到上帝创造迄个和谐的伊甸园。所以主耶稣讲：愿你的国临到，有无？愿你的国临到，天国若伫你的生命中间。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，只惊咱无要回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今日圣经咧讲起，我食了善恶果了，圣经记载就水啊，眼睛就明亮，就知道自己的赤身露体啊。兄弟姊妹，通目的。上帝讲：你哪会知？你该知影通用无花果树的叶啊，通变做棍啊咧，敢有必要？原本上帝所创造的爱的龙中间，上帝的形象，伊毋免互啥只杂，因为迄个形象就是代表水甲清气。但是人一旦有情欲的事，伊就有情欲的判断。主啊，怜悯愿，主啊，怜悯愿。所以牧师甲恁分享的就是讲，上帝毋惊咱知，但是上帝知影咱若知影对这世间的人情世事了后，你一定有为难啦。主啊，怜悯帮助我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互我返璞归真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会当亲像囡仔倒来到伫少年的时阵，该受气的时无受气，该受引诱跋倒有情欲的时阵，主啊，你的保护压榨我，互我伫最情欲的中间受你的保守，亲像目睭人，代表讲你保护我，亲像你保守你家己的目睭人。意思就是上帝保守我的目睭人，我看出去，我就用圣洁的角度来看我的人生。主怜悯帮助，兄弟姊妹，食即条善恶果了，永无宁日。圣经的故事讲永无宁日，毋是亚当夏娃尔，世间的人类永无宁日，这叫做起心动念。兄弟姊妹，愿圣神保守咱的心。求主保守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是一个回家，回什么家？回到和谐，回到圣洁，回到上帝全然的荣耀跟良善。愿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对今仔开始，咱追求活出美好。主帮助咱做伊的囝子，咱离开这种永无宁日的干扰。求主保守咱，因为咱无一个人会通得胜赢过引诱。除了圣神的帮助以外，无一个人，兄弟姊妹，较高的人都唔通骄傲，因为连国王、连总统都会分外钱啊，嘛会偷假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唔通笑别人。其实人类拄着引诱的时，爱足谨慎，因为引诱无一个人有绝对。上好是甚物？上好是莫有属灵的破口，
因为咱若无属灵的破口，其实就无引诱会产生。遐这咱听有无？所以我要鼓励恁做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的时，趁到恁的囡仔足细汉，恁就训练教示伊，尊主最大，绝对。当伊还未到青少年之前，你就教伊圣洁的原则。一个囡仔细汉，若是一个有圣洁的原则，尊主最大，伊就袂去看遐色情小说，伊嘛袂去看遐无好的影片，伊的心内就毋敢，因为敬畏的心，伊毋敢打开潘多拉的盒子。你讲，遐尼无勇气，兄弟姊妹，迄种勇气宁可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当上帝的圣神啊保守咱的囡仔。在这个世间充满人情世俗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的事？咱的囡仔坚持讲，不是我喜欢，就什么都可以。因为圣经讲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。愿主保守咱，伫主的圣殿内，伫主的圣殿内，伫主的圣殿内。主保守咱，互咱伫伊的保守。今仔圣经讲，你在哪里？这句话是对咱在座每一个人，兄弟姊妹，咱家己去回答，咱家己回答。但是阿当讲，我听到你的声，我心内就惊吓，我就眯起来。愿咱甲主讲，所以我听到你的声，我心内无惊吓。兄弟姊妹，一个听到上帝声，若毋知死的人啊，伊定都爱知死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最大就是带来不安，最可怕就是互人心中已经无新的标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最大的阻挡就是互人倒闪上帝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伫咱称耶稣做咱的救主，迄一时刻开始，主耶稣拄起咱心中迄种的软井，主帮助咱。今仔日上帝话搁一摆，圣经被拍开，词汇伫恁的中间宣读上帝伊家己的话。上帝讲：你伫什么所在？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伫遮。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找倒来，调我的羊。上帝最大的心意就是叫着迄个流浪的囝子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回家吧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甲上帝好好，甲上帝塞奶，甲上帝讲：阿爸，我的人生真辛苦，前我毋知亲像痴迷，伫这个世间流浪，所以今仔日我要倒来到你的身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求主怜悯，使阮有听到你主的声，句句叫着摇动阮的心。主啊，阮毋敢甲你回应，因为阮的心中充满真侪的阻挡、惊吓。阮毋敢回应你讲，阿爸天父，我伫遮。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互阮遮的未堪伫个你的囝儿查某囝，阮会当定心伫你的面前决志。主啊，阮要亲像耶稣讲，有耳孔的就听，因为今仔即个世代真侪人听到你分品啊，无跳舞，伫你忧伤流目屎的时阵，阮无法度甲你同理心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通过主耶稣基督搁我的圣神，伫今仔即个礼拜。互阮伫见笑的中间，勇敢决志讲，主啊，赦免阮，主啊，我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怜悯帮助。愿咱通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圣诗245首，我情哪样失迷，请记入全首。请坐奉献。
请做牧师。咱伫即个时间，咱来诚侪代祷的时间，咱求主耶稣基督用伊的疼来充满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。咱特别纪念学兄长老因的家庭，学兄长老伫顶礼拜过身，要伫月底举行归属礼拜，咱为着因的家庭失去亲人，心中的忧伤，咱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主求你听阮的祈祷，主求你听阮的祈祷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，用你的疼来保守照顾学兄长老因的家族。求天父上帝，你用疼来帮助人民。阮嘛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阮真少年，阮每一个伫即个家庭中间亲爱的姊妹甲兄弟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，你会听真做这个家庭、这个教会的特质。阮伫你的面前，互相少年的心，阮对心来恳求你，怜悯帮助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。主，互阮同齐伫这个分别最盛的时间，做伙守圣主日，主你用你的疼结连，互阮无受分开。互阮的灵同齐伫上帝你的面前，所以用你的疼来医治。阮知影，阮中间有人心神最近拄着极大的冲击，有搅扰，有不安。主，你是医治人的上帝，阮要将心灵受苦、搅扰，家己毋知影，两者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每一个心神受搅扰的人，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咧讲起，当阮的心若拍开迄个搅扰的门，主啊，其实毋是阮有能力，有时嘛毋是阮故意拍开。主，求你怜悯帮助每一个你会惊二十个囝。主耶稣，恳求你用你的疼的手抱因。因为你是阮的牧者，阮真正知影，因为你讲你是好牧者，你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为着福羊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主耶稣，阮心中感谢阮脚步，所以你将你的疼真侪大的权能甲能力，医治头棒，互人灵魂体拢健康。主，阮少年，阮教会中间出外的兄弟姊妹，阮少年，阮教会中间年长的长辈，自这2年来对阮的教会，虽然的搅扰无亲像有真侪教会足大的冲击，但是这个搅扰犹原伫阮的中间。恳求天父上帝帮助、怜悯，互这个搅扰离开阮。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的性命赐证，所有黑暗的关系甲搅扰，拢离开。不但离开你家己的圣会，也离开每一个阮所少年的兄弟姊妹。我要大声唱出讲：耶稣疼我，耶稣疼你，耶稣疼阮。所以你的疼是阮最大的依靠。耶稣，阮伫遮；主耶稣，阮伫遮。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阮。阿门。所以，阮听到你慈爱的声，阮感谢你。亲爱的，这咱互相请安，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耶稣听你，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耶稣听你。所听啊，这咱来同心来祈祷。伫即礼拜生日的人，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詹大兄。詹大兄应该有进步。最近我有看到詹大兄咧庆生会，比我想象有进步，但是有关是一个行动无方便的兄弟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为着咱彼此的兄弟姊妹，咱祈祷。
人最惊毋是行动无方便，人最惊就是内心就失去了愿望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为着今日生日的人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为着这礼拜生日的奕晨、詹达、小美、庭瑞，还有义恩、心意、甲真圣兄，主啊，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，伫你的面前恳求你。主啊，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顶，互因的杯得到填满。主啊，你将逐种你的恩赐无保留赏赐互因，互因伫过来365日，会当逐日捧起救恩的杯，甲主你同行。主你互因诚侪稳定的记号，互因的年日、因的生活，就诚侪因周围的亲人的羡慕，看见上帝你怎样恩待你。主啊，特别为着詹丹兄来恳求主你，感谢你，互伊的亲人围雷陪伴因。但是我要恳求主，我感谢你，互伊的进步。愿求天父上帝怜悯，你的圣心特别充满伫伊的生命中间。主啊，愿将每一个生日的人，拢仰望你，伫你施恩宝座前，恩上加恩。我咱来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下面来请师会来报告。咱看周报，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。本周的聚会，主日礼拜早时9点半伫到礼拜堂，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嘛伫礼拜堂。青少课暂停，查经班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。圣工的服侍，下周的聚会请张世昌执事。领诗暂停，司琴请刘一鸣兄弟，司宪张宏仁甲黄坚执事，交代第2组，爱餐暂停。新眼光的读经表，咱照安尼家己领受。集体交通，第一，咱所怀念的李行兴长老安息主怀，请兄弟同心为家属祈祷，心中会上定得到安慰。愿神纪念李行兴长老娘，加添伊逐工所需要甲喜乐。第二，本主日礼拜后将举行青少年福利促进协会会员大会，请大家留步参加。教会创立这个协会是为了协办向日葵学园的大事工，请大家协助教会做好这个性命陪伴的工作。第三，亲爱兄弟平安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采取谨慎的自我保护措施，以致到咱袂当甲以往遐尼自由三组自执，非常的孝念大家。愿上帝保守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愿亲信主的恩典效应，日子安怎，困难嘛是安怎。第四，疫情的期间，我靠上帝小心做好自我防疫，毋免惊。若有必要自我管理，通伫厝中参加线上的聚会，灵内合一，彼此守望，互相代祷。请咱也为以下这生日人代祷。是要奉献咱家己看，若有毋对，再用过价来反映。代祷的事项：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；第二，请咱为以下这兄弟的身体欠安的，甲灵魂欠安的来祈祷；
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，为升学代祷，高中有惠安。第四，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代祷。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。韩国妇人集代可打俩以上。三甲来吟上言512首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请记入临全首。愿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灭道闭会。亲爱的，请咱